比如说我在家里边那个墙上的插座坏了，我爸就觉得我能修，但是我对这个电路的了解就是初高中这个物理课本上的一些知识，然后具体的要修的话我还是不行的。很多觉得学物理的女生很少，好像这个挺多的，因为很多人都说，就是有对象没？我说就是早就结婚了，就是还有人就觉得所里面女生少，其实不是的。像数学、物理类的学科，在我们这边就是女生比例还是比较高的。他们觉得物理是一个用纸和笔就能够完成的工作，但是更多的做物理学的呢，其实是实验物理，就是像工人一样在拧螺丝。我有一次去夜游，还看到了晚上睡觉的小鸟，还摸了一下，它都没醒。因为鸟的话，它除了繁殖期的话，它是不筑巢的。那平时晚上怎么休息呢？它就找一个树枝啊，蹲在那儿就睡一下，晚上早上就起来。有一次我自己就是傍晚去散步的时候，走到那儿看，突然一个很大那么大，大概一个蜥蜴就是从那儿歘就跑出去了，好神奇啊！因为它很大，一般蜥蜴我们见就那么点，但它那么大，就和一只小狗一样那么大的一个蜥蜴。哇，就觉得又有点小害怕，又有点很兴奋啊！就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玩小霸王，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我第一次通宵嘛，就是玩 P 通宵。然后小霸王玩了以后，然后就是进阶到 PC 了，就电脑了。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大屁股机，然后当时就跟我爸一起玩。那一天碰到了一些令人很丧的一些病例，我很难过，就是我感觉自己可能处于一种自闭的情绪。我一看他过来的时候，我的情绪我就有点控制不住了，我就有点想哭。他一看见你哭了，他就会来扒你，他就用腿，他想跳到你上面，他就是想给你安抚，他想安慰你，他让你知道他在这儿，他陪着你。